斯坦一名维吾尔儿童的尸体被发现在一条小溪里，这一场景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以后引起了注意。据说这个儿童是吐鲁番市卡拉加河镇阿斯塔纳村的菲尔哈迪，他的父母被中国当局关进集中营。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个儿童的母亲阿提克姆和父亲托尔迪3年以来一直在集中营里拘留，他的无辜的父母被迫承认自己有罪，并被当局关进所谓职业培训中心名义下的集中营。他们的其他2个孩子的下落不明。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他在北京会见了中国总理李克强。据说双方在2边会晤中讨论了人权和香港问题。据媒体报道，在会谈中，默克尔强调中国应该通过对话而不是暴力来解决香港问题。他还提出，德方希望尽快举行德中人权会议。此外，默克尔在访问中国之前，德国的人权组织发表了一份声明，要求默克尔对中国当局施加压力，关闭数百万无辜维吾尔人被关押在里面的集中营。居住在洛杉矶的维吾尔人和支持他们的美国人在洛杉矶游行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行动。维吾尔洛杉矶协会组织的抗议活动得到了世界犹太人观察站的支持。此外，美国伊斯兰教关系委员会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香港的反送中示威活动已进入了第5周，香港学生参加了因允许逃犯引渡到中国的法律草案引起的抗议示威活动。香港多间中学的学生与校友发起人链行动，他们希望通过串联全港各区中学，要求政府响应反送中运动的5大诉求。与此同时，香港当局警告外国势力不要干涉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政。上周末，示威者在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前举行示威，呼吁美国当局支持他们的改革要求。沙特阿拉伯新任能源部长阿布都阿提兹萨勒曼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参加第24届能源会议时表示，沙特希望继续发展油生产和浓缩。周一在阿布扎比发表讲话时，阿卜杜勒阿吉斯亲王还坚称，沙特必须被允许进行油浓缩，作为其建造核电站计划的一部分。沙特部长表示，他的国家正在该方案中进行一些实验，这些实验将从2个核反应堆开始，以便从核能发电。我们希望推进油的生产和浓缩。他说，这是一项减少对原油和天然气能源生产依赖的工作。